我这么好使，像田里散花，扔得全省哪哪都是。那现场呢？俩被害人被害的手都穿着冰刀呢。就是他。这就是梁志军的媳妇儿。3个人的死都跟这女的有关系。这女的谁跟他谁倒霉？就是在陪着一个活死人。想逃，逃不掉。他杀了追求我也喜欢的人。我是来帮你的。